土豆炖茄子，这也太是那个了。去了皮的茄子不要刀切，拿手掰，掰块茄子手撕肯定比刀切好吃，大小不一，凌乱的美才是美。土豆拿勺切，崩成块。五花肉籽后切，热锅冷油，先下入猪肉，五花肉炒到焦巴炼出猪油，咱们来颗八角，来把葱白，椒儿一出，转大火，把咱们掰好的茄子放进去，下入茄子，大火翻炒。先茄子，再土豆，水碗大米5吃不够，炒到茄子变软变塌，加入掰好的土豆，别倒水，没过，来这么一勺黄豆酱，3圈生抽，1圈老抽，别着急加盐，到最后再调味。让我们开盖。馋酷老爷子来喽！这个时候来点鸡精，尝下咸淡，再给点盐调味。咱大火，咱们都把这汤汁泡干一点，汤汁浓稠，咱们再来一把葱花。发了云，欢呼中台。